天里花落香气，湿血淡草，实在义气。我们平台天里开展了这个师生姥姥系列节目以来，一共转播了几个平台团了？一共8个团。那今朝呢，应该介绍我们上海平台团了。哎，大家晓得上海平台团啊，阵容强大，实力呢比较雄厚。那么侬想哪能来介绍呢？我想听大家听我来唱一段。上个世纪的30、40年代，外患入侵，门户开放，作为5口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，各种文化交杂其间，而评弹这朵无门奇葩，作为时尚与传统的载体，俨然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而同时，广播、唱片等现代传媒手段的出现，又为评弹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解放后的上海，为评弹艺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崭新天地，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由个体艺人向有组织、有保障、有归属的团队生活过渡的愿望。于是1951年11月，有当时享誉书坛的18位艺人组建了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，而后一批批的评弹名家和著名演员相继加入，于是上海评弹团名家荟萃，星星炫目，优化组合开创了评弹的鼎盛时期。现在来了我身边的是非常熟悉的上海评弹团的知名演员，也是上海评弹团副团长钱万新先生。万新，侬好，侬好，钱老师，侬好，非常欢迎侬到我们评弹天地来啊。那么因为今朝的节目呢是介绍上海评弹团，我想呢，侬作为上海评弹团的资深演员来作为一个嘉宾，应该讲是非常合适的。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介绍上海评弹团的历史呢，喊我来呢，真的是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为先锋。侬讲得客气了。要是上海评弹团的建立，当初辰光是以18位艺人共同建立了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。应该首先肯定的是呢，这个18位艺人，伊都对新中国的非常热爱，而且这个18位侪是艺术家，对当初社会的变革、新的事物、新的思潮，伊都非常关注。伊都当然晓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，但是伊都毕竟是这个旧社会过来的人，所以要从心里向真正发出热爱工农兵，或者是作品里向能够表达出这种热情，为一段心路历程。所以建团的第一天，李导就脱下了自家的上衫，背起了包裹，到啥地方呢也晓得。
晓得个？到世华的宫里。是的。搿基本的理想，你读到搿个民工啊，住了一个工棚里向，吃住劳动辣浪一道，深深的体会搿个工农的辛苦。再有，你都回到上海平台头之后呢，你都写出了第一只中篇，就一定要把瓦屋修好。对，搿一只中篇辣浪当时的辰光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。生命当家做之人，国家大事也归心。做亲虽是自己头，时而是虽好瓦后更压紧。想当初一家那行过，父亲当年痛口声，做女做母做不定，到后来被那弟子迫害他命丧身。撇下孤儿病寡妇，谁饥谁后口令定。要不是往后两日家放杂，我们母子两人活不成。而今是头盖坟地的生活斗定，虽好往后把事理性，都与好许生。秦老师，辣辣50年代，你团里向创作了许多新中篇，那当中有一只叫《罗汉拳》，特别受人欢迎。对个，这只中篇呢，我也非常有印象。我记得那个徐立新老师啊，那里向呢演了一个小飞龙角色。张继廷先生呢是以张木匠这个角色。对。徐立新先生的理条啊，实在随形成于搿一个时期。口吻马步哇太凶，他比气真非几次心凶。为是杀父将泪都大，当
楼空。关先，通过侬个介绍啊，我就晓得了，上个世纪50年代，上海平台头个广大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反映现实题材的新作品。除了侬刚刚讲到的卢汉水啊，这个一定要把娃娃生好音啊，还有像海上英雄、小妮她结婚等等。对。你平台头呢，不单单是创作了这些新的作品，而且要让证据这一个方面啊，花了非常多的力气。那么，从苗金龙当中，你到证据整出来啥呢？老地方。对的。三小里向整出来呢，三叶毛丹亭。白茶船里向结果整出来一段大升堂，所以留下来为行头，位于林冲，位于玉心亭当中的厅堂笛子。对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要请大家来听一段，就是当年吕天云先生那个代表作，就是林冲当中选曲《林冲大戏》。大地分啊飞，满山风，冲啊风，大戏。也应能用，帽上红缨，是白戏。举目苍烈，一朦胧这茫茫，大地后吹天海水梦楼头中。邢老师，在60年代，你团里向创作一只作品，搿一只作品结果红遍大江南北。哦，我晓得了，侬指的一定是为毛主席的诗“蝶梨花得李若一”而补唱的平台。对。搿一只作品呢，是由邵开正先生谱曲，于永先生演唱。于永先生呢，被人家讲里啊，叫唱不出个于永先。可是搞嗓子好。对，应该说你是金嗓子。搿一段蝶梨花呢，可以这样说，到今朝一日，还没人唱得搿不一样。
是的。我听说60年代上海听评弹的观众多得不得了啊！是的，当初辰光评弹听众，据统计仅次于电影观众。搿个辰光，大学生、大学教授、青年，侪是你评弹的主对，人。还在。顾委员唐家才先生，伊讲起这样一段往事：是50年代，你辣复旦大学读书的辰光，每逢礼拜六要走来的嘛。但是你不走起，你非要听他一位诗再走起的了。哎呦，欢喜到这个样程度的啦！是个。我进来啥？哎我还听说，当时辣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开雷炮演唱会，一片难求呀。真的一片难求呀。你想，辰光买搿一张票子，再去官衙里去排队的嘞。哦。哎，搿面多少摄入的位置要有8000多张。不提这的啦。那么你想，搿一票难求，搿种场面是几乎能辉煌。应该是上海的听众对你团里向的雷派非常的欢喜。对个。上海评弹团啊，一共统计下来有9位雷派创始人的了。啊，是个。所以你团里向对雷派的继承啊十分看重。那么接下来还能够请大家欣赏几种雷派呢？当然了，首先就要请大家欣赏江调。书记。那个没娘亲，可问你我，却是个伶仃人，够口神。说不是一须学诗，我听啊一句。杨某当亲生，神罗你走了梦中梦神。不及杨听你痛彻孩儿心，谁知父娘头那个不说心娘亲啊，哪怕你在地脚天涯，也要把你娘来寻，寻不到你娘亲，我绝不走家门。上面唱的这个蒋介石先生代表作《安堂人娘》，哎呀，这段唱腔应该讲是影响非常之广。那么蒋老师呢，还凭这一段唱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的金唱片奖。我记得1989年10月12号，在北京饭店呢召开了隆重的颁奖仪式。当辰光侬想想，全国真正能获得金唱片奖的这些戏剧、曲艺、音乐界的这些艺术家们济一堂，那么侬晓得，全国曲艺界一共只有5个人获得金唱片，而上海就只有蒋介石老师一个人
得到了这个金草比赛。所以可以说讲非常珍贵。是啊，对于草呢影响非常大。实在因为辰光的关系，所以今朝只能点到为止。对，对于平台音乐的发展、流派的发展，蒋玉成先生功不可没。但是韦玉伟先生、钱理谦先生，你对流派音乐的发展啊，奇功非详。对个。别个唱段我不讲着，有一段叫《行头行头》，这个音乐界里实讲称赞，是即使你不懂平台，但是你听这里搿一段音乐，你才会得理解你写的词，你个词的意思。是啊，这个就梨花了。当时我们听的辰光，还是被伊个这个唱腔所深深的感染的。伊实讲一句闲话，说钱理谦谁是交关音，交关音谁是钱理谦。那么我想，讲到金草片呢，这个钱理谦老师随着凭这一段梨花了，获得了第3届中国金草片奖。
我想，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，平台家9大流派创始人侪是上海平台团的演员。对对对。那么刚刚呢，再介绍了江调、李调，挨下来这些流派唱腔，侬准备哪能向观众朋友来展示呢？邢老师难为难我了，搿一段一段唱下来要计划辰光搿倒是的。我看这样吧，留下来就请大家欣赏阿苏辈的流派演唱。他一身上推卫生巾，气馁焦虑怒目真，一对人生对哭，凄凄惨惨不开分。要激动他的心，感动他的心，故而悲伤痛苦并非真。
记中情，你须黑分。我听了啥？哎，刚才的流炮听得真够你的。是吧？嗯。但是呢，只听了一半。啊？啥天呢？平台，平指的是平话，台指的是台词。哎，但是呢，听了一半。嗯。你反正因为你是要诗的，所以呢，对读书呢，你是厚此不悲。来看吴兴八过去我来了边浪向，搿张面孔难看出来是吧？我接下来呢，你随有请胡兴八来为大家说一段10岁开店。天蒙蒙亮，10岁呢，到自己鸡酒里向来捉鸡，还到鸡棚里向养下4只黑皮鸡。10岁大洞里向对4只黑皮鸡一忙，其中有只鸡特别脏。10岁口中今朝谁是你？嘿，你非要看鸡路下起钟鸣，搿只黑皮鸡一忙，看上去今朝面对不对，一吃高伤。拱手10岁趴铁蛋里向，捉鸡路有技巧。10岁来句，膝盖点水，往鸡路的耳朵上扎一把，搿条水往鸡路搿只叫个脚骨骨龙向嘿，吞一把，拿搿只鸡路，吞，高高举起，到老弟天津里向，一条长凳已经都整好了，搿只鸡路往长凳上一放，拿根绳子，拿鸡路扎一扎好。搿只鸡路发出一声急叫，10岁胖，手一松，血桶里向拔出一柄7寸长的匕首，砰！往搿只鸡路3寸以远，嚓！一匕首，搿只鸡路发出一声灵犀之前的臭叫，上天们死特走啊！10岁杀脱之后，正式开店，生意越做越好。哪会做得这个好？4个字叫后真高实。不行，大家晓得啊，吴兴八呢是人家吴中学先生的公子，哎，收入可以刚好实施过程当中一招一式，哎，侪有吴中学先生的影子啊，细口如针。对。那么我想到啊。上海平台的多少年来啊，遵循陈云老首长提出的出人、出事、走正路搿个方面啊，做了不少工作。应该是上海平台头的进步发展，多蒙给位陈云首长对你有归还，一路迎来最至50多年，有国际领导对你有归还。那么到今朝一年呢，以上海平台头已经组成了一个比较年轻化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。今朝我们平台天地的现场来了好几位客人。我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第一位呢，是我们上海平台这个团长，也著名的电视演员陈建国。建国，哎，侬好。这个欢迎呢到我们这来做客啊。但是今朝这个几位领导啊，是为侬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。好的，顺水介绍过去。搿一位是我们上海平台头的支部书记王一元。
那么这个一位呢是浙江虎头山石头市的，那么徐卫生大家比较熟悉，虎头山。那么基本上我们一般是同龄人，对，上一辈，啊，就是大家平常讲的是吃世界的一批，啊是吧？其实卫生人啊，基本上这个基础差不多啊，年龄头，对，哎，奇怪，那么这个我们平台天地呢，这个一路浪向呢，苏州交关平台在做了一些介绍，对，今朝呢是介绍到我们上海平台头，那么大家晓得呢，平台从最开始呢是呢茶楼书啊，作为一出样式。后来呢，有了广播以后呢，用广播来介绍我们平台艺术。是的。现在又到了我们电视的现场，那么我来想想，哪能作为一个平台头的主要性负责同志啊，哪能利用这个公众媒体来发扬弘扬我们平台艺术的？这个一点实际上，我们上海平台头这个一个班次呢，始终认为，当今的社会媒体的作用是不可低估，伊个作用传播的功能是非常之大。所以能够加入这样一个传播的媒体这样一个功能呢，的确对我们弘扬自家传统文化、弘扬我们平台艺术呢，会得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上海平台头啊，搿能样子有文化接地搿能样子队伍，那哪能样子呢？继承传统，更加的发扬光大开去。实际上，上海平台头里有着丰富的这个传统特质文化的在里。那么我们总归讲一句，我平台是发源了浪收区，因为收区平台，发源了浪收区，但是真正的发扬的呢，的确让我们上海。我们啦20年代、30年代、40年代，包括建国之后的50年代、60年代呢，的确所有的名家维持上海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社会的发展呢，这个平台艺术呢，基本上可以做到家喻户晓，到每个人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上海成为了平台的发展地。那么上海平台头呢，确实在这个一个当中呢，起了应该讲非常大的作用，而且影响是特别大。所以呢，有这样一个头，这样一个品牌辣海呢，我们始终觉得上海平台头呢是一个继承、发展、创新、开拓，始终是这样一路啦走过来。包括当我们现在目前来讲，我们现在的上海平台头，也基本上真正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。我们对我们上海平台头的各位议员，应该讲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，我们可以请周头长做点讲话。你上海平台头呢，的确辣辣继承发展、创新开拓这个一方面的工作，应该要花着大量的精力。特别是我老想是辣培养人才这个一方面，对，这个至关重要。我们要谢谢平台头的几位领导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上海平台的美好的画卷。上海评弹团位于上海的繁华地段南京西路，周围环境优雅，室内整洁明朗，现代化的电脑管理、资料齐全的档案室、一流音响设备的录音棚等等，在评弹界可算是独一无二。附属的乡音书院雅致舒适，在书场旁的茶室里，你经常会看到一些评弹老艺术家在此休闲交谈。卫星老师啊，是的，我听几位老师讲，80年代你上海平台头创作了一部中片，轰动一时，曾经参加全国会议，还获得了大奖。啊，这部作品算是徐梦蝶先生创作的真情假意。这个是一段历史。文革结束以后，你头里向的创作思想还是受到一定的禁锢。但是这一部作品文史啊，你冲破了这一种禁锢。应该是这部作品是你上海平台头划时代的作品。
举手说，泪呀呀，今人不起来，这种奇花的上面呢，侬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我们平台团的获奖情况。那么近2年我晓得平台团啊，唯一不少作品是获奖的。是的，有一只新的短篇评话叫《了不起的人》。这只作品好像侬写的呀？是的，是只短篇。还有一只短篇评话叫《鸦雀浪塞》，是胡新八先生写的。哦，这两只作品呢，侪获得了你去人家最高的奖，叫毛蛋奖。我晓得那团里唯一一个作品是获得文化部文化奖。这一只作品呢是徐梦丹先生、杜君烈先生两家头联合写的。中篇叫《身旁对子》。我晓得啊，在这个作品里向，侬还有一段精彩的唱段啊。副馆长，今朝来到，总归要为大家唱一段。接下来，我来为大家唱一段《身旁对子》的选曲，叫《张华峰》。一生须病，用力后受胸。做师兄弟，今爱将夺计生于上，不杀生病，你不许杀。生意相交，你休忘记。东河一沟塘，东水一张船。若无你东乡帮，都必须东乡上，东须思轩，东海船。我们心生你从该得早。分工一路向，要冬日壮士在江上。那几下你从不因名利从，心生不是那王家不被干，这功名。害得你丧尽体谅是谁啦？下面这节目呢是新的传统题材开篇，新的唱法，张碟把江碟单唱。那么小人唱的，观众朋友们一口水血。你三代忠人，功劳大。不知难真，乃是今天是一根。立国之后，已经为你2、3分。想我是
女斗佳人风味香，但愿得我们同德与同心，把定国为利民。老将他是分银，谁不胜？开口一把香不成。不给鞠躬，自傲真个为，更不给雷龙霸道，称王言，真是女美混用，谁杀人？说非一相可用，携手儿送了天赐，大作为神红为玉阳民。那行啊，哎，行了听了侬个介绍，看了哪个演出，似乎你大家对具有50多年历史的上海评弹团，辣辣现在所散发出来的新的面貌、新的光彩呢，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不，因为辰光关系，我介绍的非常之浅，非常之浅。不过，我看了其他8个团队的作品，我心里想，觉着里头有许多地方值得你上海评弹团学习的。通过这一次活动，我感慨万千。我觉着你整个这个评弹界寒气于人，师生朗朗。观众朋友们，师生朗朗、苏浙湖9个评弹团的现代风采展示呢，到今朝全部播送完了。我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老地方、老辰光再会。